Hello，大家好，我係 Jordan。今日見到我坐喺度咁嘆，點解咧？原因就係我嚟一個YOHO Midtown 嘅4房單位，一見到個廳真係好舒服，係啦。一見到張 sofa，直坐咗落去，就唔想起身，就不如去呢度直接拍條片俾大家睇下啦。嗱，呢個單位咧就4房。係啦，咁相信咧屯天元屯門元朗天水圍嘅4房單位咧，YOHO Midtown 呢一個咧，算係性價比最高噶啦嚇。點解咧？嗱，呢個單位有988尺，OK，咁同類型嘅4房我哋即係我哋叫鐵路盤啦。舉得出嘅可能有屯門嘅龍門啦，龍門可能都要16萬近二千萬 ，OK， 咁然之後最新嘅柏龍啦，錦上路柏龍4房都係差不多呢一個位，同埋YOHO Hub 係啦，都係新鴻基嘅嚇，鐵路盤都要2000萬左右嚇。呢一個單位YOHO Midtown 其實係2010年嘅啫 ，OK， 到而家二手價其實都係唔需要16萬就有啦 ，OK， 都係15,000蚊尺咗緊啦。如果以鐵路盤嚟講咧，其實就十分之抵，係啦。舒服嘅成個間隔，同埋2010年到而家咧，其實都係10零年咗緊，保存得好好，係啦。咁如果以4房一套嘅間隔，連工人套嘅間隔咧，呢一個其實係好抵玩嚇，而家放租放賣都得。OK， 大家一齊睇下個單位啊！好，咁起一起身先攝影師都起身，係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長方廳亦都係兩邊廳啦。呢度係飯廳，呢度係客廳，係啦。其實呢一個就已經係門口嚟㗎啦。咁大家見到其實係冇玄關嘅，好實用一入嚟咧，右手邊有一個鞋櫃，係啦。基本上擺好多鞋都得。OK， 好，再入嚟。睇埋個廚房，個廚房咧真係要同大家介紹下，因為十分之巨大同埋係一個 U 型嘅備餐區。OK， 亦都有原裝修樓標準嘅洗衣機啦跟住明火爐、抽油煙機係啦，跟住有埋雪櫃、微波爐、微波焗爐係啦。呢一度咧其實就係一個工人房工人套廁嚟添嘅係啦。基本上瞓2個工人都得啦，我覺得係啦，因為上下格床都有嘅大家睇真啲嘅話 ，OK。好，再睇多次呢一個嘅巨廳先闊度係瞓到2個我嘅基本上4-5米都有個闊度 ，OK。然之後坐向基本上係東南向係啦，可以睇到呢一個成個元朗東南嘅景觀呢度係睇到山景㗎啦。同埋一啲前面有啲丁屋咁樣啦，或者村屋啦咁都屬於半永久景嚟㗎啦因為村屋基本上都好難會話即係再用嚟起樓咁樣 OK。感覺上係開揚加埋個大嘅露台咁平時可能夜晚同屋企人喺度食支煙又得，或者飲杯紅酒亦得 OK。好，睇一睇洗手間先原裝修樓標準啦洗手間有一個浴缸嘅設計啦，係一個名詞嚟嘅 OK。都保存得好好，係好靚好，跟住睇細房。細房咧，原業主咧就唔住人嘅，就變咗做一個嘅書房咁樣係啦。見佢設計得都好好係好似可以做工作房。特別一提咧，有個大嘅窗台同埋一個 L 型嘅窗。係啦，景觀咧同廳一樣，係啦，都係幾好嘅。好，跟住呢一個細房咧又係變咗做衣帽間嘅，係啦。見到啦，兩邊都做晒一啲嘅即係收納嘅空間咁樣係啦。基本上就好實用啦好，跟住第3個細房，呢個係瞓人㗎啦。因為隔離2間房都做晒衣帽間啦，變咗呢一個咧，其實就唔需要咁多收納空間。但係業主咧，其實都擺咗個櫃喺度嘅，到頂嘅櫃係啦。坐向同細房廳一樣都係東南向。好，最後尾睇，我認為係成間屋嘅亮點睇一睇個主人房。一見到咧，
基本上係有一個好大嘅地台啦，咁啊地台床嚇，咁啊每一日起身就望到一個咁翠綠嘅山景，其實基本上係真係賞心樂事啊，係啦，同埋佢兩邊都係 L 型嘅窗嚟嘅喎，enjoy 到個景觀就更加大啦。咁啊窗台陽台超級大，係好睇一睇呢一個嘅陶瓷先，主人陶瓷嗱，咁啊呢一個係 Midtown 都嘅特色嚟㗎，有淋浴間同埋呢一個嘅浸浴，係啦。咁啊，中意沖涼嘅即係朋友們啊，咁啊企喺度沖又得嚇，坐喺度沖亦得，係啦。好，最後尾一個大賣點啦嚇，咁呢個係亦都係YOHO Midtown 嘅獨有設計，就係佢會有一個主人房會有一個凹位啊，凹位嚇，其實可以間做一間細房都得㗎啦。咁但係係開放式嘅係啦，咁就可以做衣帽間係啦。咁啊兩邊做到到頂嘅衣帽間嚇。嗱，咁現時咧，其實 YOHO Midtown 咧，個租盤啊或者買賣盤咧，其實都幾緊缺，係啦。咁原因就係呢一個元朗區，其實長久以來其實都係即係好多人住嘅地方，同埋好多中產有錢人都會中意元朗呢一區，因為配套齊備嘅，樓下有 YOHO Town 係啦，有 YOHO Mall 係啦，跟住亦都係元朗站嘅上蓋啦呢一度嚇，咁變咗其實配套係近乎完美咁滯 ，OK， 咁但係呢一個單位嘅獨有之處就係咩咧？佢保存得好好係啦，但係價錢咧又未必貴到話好似而家啲新樓咁，其實有好大嘅競爭性嘅 ，OK， 好咁啊，中意呢個單位嘅朋友們請點讚嚇分享。OK， 咁啊留言話俾我聽，筍唔筍係啦。咁啊，如果真係想睇樓嘅約我，我係 Jordan，唔該晒。